一連4日嘅年宵市場到年初一凌晨2點結束，唔少檔主都話生意理想，原因係經濟好，市民願意消費。楊雪蓮報道。距離年宵市場結束營業嘅時間仲剩返2個鐘，唔少檔主都減價促銷。係100啊，最後啦嚇，冇晒啦，收工啦！全場10蚊啊！全場10蚊，要錢要貨，全場10蚊。唔少市民都會選擇夜啲嚟行年宵市場，希望買平貨。都會有咁嘅感覺，不過都冇所謂啦，最緊要心頭好啫。其實本來係咪冇諗住買花㗎？係啊，太平啦，5蚊一盤。啲花都開得7七八八喎，點解都仲買嘅？因為今年尾啊賣翻2頭啫嘛。今年議事亭前地一共有18個年宵攤位，所有攤位嘅平均競投價都比舊年高。不過因為今年經濟好，唔少市民嘅消費意欲都幾高，好多嘅檔主都話有錢賺。賺幾多啊？咁賺幾多我都唔知，交我翻嚟乜數知，賺就賺少少啲咧，冇得賺噶。今年係疏爽好多年，經濟好咗啊嘛。市道好翻啲啩，我都唔明解，因為天氣嘅問題啦，天時地利人和啊嘛，係咪？如果天落雨咧，就啲冇客，即係冇市民嚟行咧，就比較差啲咯。呢班想學做生意嘅年青人，亦都達到咗預期嘅目標。咁多個人，咁多人頭，咁多人代表咁多人嚟嘉賓做生意，就係為學呢啲嘢，係咪先？我哋書學唔到噶嘛？係啊。佢哋以最高競投價16700蚊投得攤位，未到年宵市場結束營業嘅時間，佢哋就已經將啲貨賣晒。澳廣視記者